拉姆納拉揚拉姆，甚至連摩訶婆羅 Mahaprabhu 的話語也被曲解了。在轉述 Sarah 這個詞時，經常被歪曲成 Mara 或殺死。大家通過讀書變得學究氣十足，但沒人能僅靠讀書來為國家服務。書裡寫了很多東西，但我們不必全都看完。我們自己就是一本書，只是忘記了這一點。無論我的歷史是否被接受，我確實有我的歷史。那些來自巴基斯坦的人也有他們自己的歷史。人生是一部偉大的書，賢者和導師們讓你感到迷惑。如果我們去欣賞大自然的美，聆聽宇宙的音樂，領悟什麼是靈性，什麼是天國 Swarga 或天堂，什麼是涅槃 Nirvana， 什麼是無分別 Nirvakalpa， 那麼一切便融為一體。創造有其美麗的秩序，我們因派系和設立不同的修行所而製造了混亂。這就是國家如今的狀況，到處都充斥着摻假，宗教、愛情和食物中都存在摻假，誰還能活得下去呢？我已嚟到這個世界60到65年，我不想成為國王或神。